个台南北区的区公所，伫个开基玉峰宫来发表今年的社造计划，讲古迹就是教室，要互古迹将做活教材。 台南市北区区公所古迹就是教室这个计划，伫咧110年推出，111年，佮一摆和清华大学合作，嘛邀请开基玉峰宫展开第2年的教案开发合作的计划。普隆西亚夜乡对白以外呢，咱会使搁较深入的了解到咱地方的艺术文化，将咱宫庙当作是一个教育的场地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讲，古迹就是教室，教案是利用文化资产来探索语文、数学、自然、艺术和生活等等的知识内容。来到玉皇宫，可以做一个深度的学习。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？是我们的课本，是我们在教室里面所学习不到的东西。北区区公所期待用这本教案，会让帮助学生更了解北区古迹的形成。